而且说话那么那嘛是下头呢，路卡头提头，我吃学这做，出这，孩子这次嘛讲我，一类下配人女人和这次来呢，热天热很拉路，是怕呢一代阿克吃学热嘛的，能出提出呗，一学一花布，把这个呢，一碗米。一杯铁瓦，嘎嚓路。海尼天尼瓜一碗呀，人类在带和马嘎学一个杯，拉丝一爸爸带来杯，一袋米撒查里亚米个尼小路。古人阿米一妈妈嘞忙啊，一袋有哈米个那嘎路别个路。一话嘞，一代农学农花过路qua，过路没打手提着米马祖白路。一话嘞，一爸爸带门我律师，一代阿里没个你下拉呗那年台，一年头不偏花色，一年有哈阿路呗，不多拉年。一话就是对咱们了，古代才被撒加利亚门能普拉斯，拉全米本拉斯尼，乌萨代修个克撒特多拉路，古代做路路挂点手，就对咱们历史，都他妈呀有大拉错，我节目就挂诈骗记录。都他妈的把这手就呢，是把乌沙一万尼嘛呢，人类热天热呗，出差呢，人类热他妈呢，阿里路学头就漂亮嘛设备，别来夸喽，人类热呢，那学不拉是，还是做拉喽，也是里拉出的木干嘛。现你马吃拉他不，一年你吃瓜掉了，他妈年你没有那么是下头。